马太福音书第21章第1到11节。因行近耶路撒冷到伯法其甲橄榄山的时，耶稣找2个学生，甲因讲：恁去对面的乡舍，两边会拄到一只驴绑地，有驴仔囝甲伊伫地，偷开，牵伊来我遮。若有人甲恁讲啥物，就讲主欠用伊，因连边要送伊来。这个事情是要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讲就甲孙的查某囝讲：你的王来就近你，温柔就骑驴，甲驴所生的女囝。学生去照耶稣所吩咐因的去行，牵驴甲驴仔囝来，将家己的衫厝伫伊的顶面，耶稣就去徛。众人中较侪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里，有的带手机铺伫路里。前行后队的正良话讲：大笔的后下，好山啊！伫主的名内的得到恶乐，伫至悬的好山啊！众人入耶路撒冷，同声摇出讲：这个是谁？众人讲：这个是先知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女子，咱台语话时阵读做梨啊，话时阵读做螺啊，话时阵读做驴啊，拢3种的发音拢会使记。讲到驴啊，咱可能真紧会去联想到细汉的时阵，咱所捌读过世界出名的著作《伊索寓言》内面一个故事，叫做白囝骑驴的故事。故事是安尼讲，有一日有一个磨房，就是专门咧磨麦即个房的即个主人，教着伊的囝，因决定要将事业收起来，然后牵着因的驴要去甲伊卖掉。即个白囝2个人牵即只驴往市场去行，然后有拄着一群囡仔，即群囡仔其中有一个囡仔就看着因，就大声喊话讲：你看，迄2个人有够戆的啦！有驴毋知影通好骑。即个老爸听到即句话，就叫好无囝，你徛去驴仔顶悬。所以老爸牵着驴仔，囝徛伫驴仔顶悬，继续往头前行。然后行一段路了后，佫拄着一寡老人。即个老人看到了后，就讲：看，迄个笨蛋囡仔吼，徛伫驴仔顶悬吼，互伊老爸伫下骹咧行，足无适当，真不好吼。即主人听到了后，即老爸听到了后，就感觉安嘛有道理吼，就讲无囡仔你落来，囝你落来，伊家己徛去你顶悬，就往头前搁再行。行一段路了后，拄着一群妇女，一个妇女人就讲：即个老不狗，即个老狗吼，有够害啦！家己徛伫驴仔顶，伊的囝伫遐惊甲皮皮喘，拢无要甲伊烧一下。哇！听到遮，伊只好即个佫叫着伊的囡仔吼，爬去驴仔顶，然后2个做伙骑驴，做伙行，然后行要到伫市场时阵，拄着一个壮汉，然后即个壮汉大声甲伊问讲：即只驴仔敢是恁的？白囝讲：是啊，阮要将伊卖掉。讲恁2个足不应该的，你看即只驴仔遮瘦佫薄板，恁2个人徛伫顶悬，你是要甲伊缀互死吼？哇！即对夫即个白囝只好就搁落来。即个老爸吼头壳了了的讲：即要安怎？骑毋对，毋骑毋对，2个骑毋对，拢无人骑毋对，安尼要安怎做？要因想一个办法，就将即只驴仔4只骹用绳仔甲伊绑起来，然后举一支棍然后对甲伊请过，然后2个人跟即只驴仔咧行。所以愈来愈侪人围过来看讲：靠有即款人啦！驴仔毋骑，经过跟驴仔咧行。这个故事不只要有意思，因为咧，甲咱指出，有时阵咱要做决定真困难，因为一个决定中间，拢有人无满意，拢有人有意见。这个老爸因为心内无有家己的意见，无有家己的想法，所以别人若讲一句话，伊就讲讲了有道理哦，就照别人意思去行。
然后听到别人的意见，听到别人的批评了后，就改变家己原本的想法，甲原本的做法。但是每一届改变一届，就有一寡人会起来甲伊反对，伊就搁互另外一寡人伫即个所在甲伊批评。伊想要讨好所有人，但是到伫落尾，无法度去讨好任何一个人。兄弟姊妹，伫你人生中间，你感觉拄着即款情形？做即个决定有人批评，做迄个决定有人批评，你拢无做决定嘛是有人批评。当拄着即款情形时阵，你要安怎做？当然，毋是每一个骑驴仔的人，拢会亲像即个老爸遐尼无有定格。伫今仔咱所读即段经文中间记载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嘛骑驴仔。耶稣骑驴仔，伊要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当伊要进入耶路撒冷城时阵，真侪人拢伫迄个所在咧看。遮个人嘛有足侪无共款的意见，有人欢迎，有人恶乐，有人笑歌，总是嘛有人伫迄个所在嘀嘀嘟嘟，伫迄个所在咧讲批评的话。拢是耶稣，伊知影，伊是安怎要骑驴仔，然后伊知影，伊骑驴仔要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伊是要做啥物代志？所以对着遮个群众，侪侪的恶乐，侪侪的批评，侪侪谣言，侪侪无共款的反应，伊的心境无受到影响，因为伊知伊要做啥物款代志。伊温柔善待即只驴仔，然后咱看即只驴仔也欢喜。因为在耶稣，伊也感觉非常的光荣。当耶稣要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这个日子后来教会史该称作是棕树的主日，还是讲棕树基的主日？因为当耶稣骑驴仔要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时阵，真侪群众因手提棕树基，也是将这个棕树基铺伫路面上，然后因来欢迎耶稣进入。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四卷的福音书拢有记载这个故事，可见初代教会非常重视这个故事。当耶稣知影，伊来到伫这个世间，伊有一个使命，伊即摆要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刻已经到了，所以伊就带伊的门徒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当要进入耶路撒冷城时阵，伊先来到伫附近的一个小乡社，这个小乡社叫做必发旗。这个必发旗是伫橄榄山下面的所在，橄榄山就是耶稣最后要祈祷克西马尼的迄粒山。当耶稣平素，伊若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伊是用行的，伊是用行路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总是伫即届，伊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伊有意也决定要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是安怎伊要做即款的决定？因为伫早前500多几前。就有一位先知，伊的名叫做撒该利亚。这个撒该利亚，伊有伫伊的批信所写的先知册内底写一段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段经文是记载伫撒该利亚的第9章第9节，安尼讲：锡安的查某囝，你着大声来欢喜；耶路撒冷的查某囝，你着出欢喜的声，看你的王要来上群你，伊是公义，佮行拯救。伊温柔骑着驴，甲驴所生的驴仔囝。如果照福音书的记载，这拍算是耶稣一届唯一的一届公开的游行。侪侪人对伫后壁，侪侪人伫头前，摇摇下下伫迄个所在欢迎伊进入耶路撒冷城，公开的一个游行。显然，耶稣有意详时立定伊的诚意，伊要来实现咱拄则所读撒该利亚。先知所讲关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撒该利亚这个预言有啥物款含义？对历史背景来甲伊看，先知撒该利亚讲到这个预言的时阵，甲着当初时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大帝有关联。撒该利亚的第8章的记载，这个亚历山大是攻打亚洲、欧洲甲着非洲、欧亚非3大洲的一个大帝王。所以攻打到伫亚洲，特别是当初时，这个巴勒斯坦的时阵，伊将大马士革，伊将推罗、希顿，甲着下面这个巴勒斯坦的加萨，拢已经攻打了后，然后伊做一个计划，就是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城。亚历山大伊骑着非常悬佮大只的战马，伊带领着伊的军队，然后伫侪所在。
一场搁一场的战争，伊拢是来战赢，然后伊攻破一场搁一场的城市。所以当亚历山大大帝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阵，犹太人非常的惊吓，因心内非常的惊，毋知伊要带来偌大的屠杀。撒迦利亚先知是伫即款的历史背景内面咧预言，真正的君王，若是上帝为着你备办的一个君王，要进入到伫你的城的时阵，毋是亲像亚历山大即个王，伊带来即种的惊吓。亚历山大进城，互百姓感觉非常的惊吓。总是当迄个真正的王弥赛亚来临的时阵，百姓会非常的平安，上时会非常的欢喜。亚历山大伊是骑着战马，伊是用征服者的态度来进入到即个城，伊是准备要发动战争，然后要开始抢劫，上时要进行屠杀。总是若是基督，即位真正的王临到的时阵，伊毋是骑马，伊是骑驴仔。伊是用谦卑和平的态度来进入这个城，伊是要为了这个城带来真实的安慰、稳定甲医治，以及拯救。伊来毋是要杀死反对伊的对敌，伊来伊是要行十字架，为着世间人来献上伊家己的性命。显然，撒迦利亚先知咧做这个预言的时阵，伊有一个真清楚的对照，一个亲像亚历山大王这款的王进入耶路撒冷城。甲一个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时阵，无共款的差异伫倒位？伫犹太人的历史中间，除了拄则所讲即个亚历山大进入即个城市内面以外，犹太人历史内面还阁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伊嘛捌骑马，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个人叫做马加比。这个马加比，若甲伊讲，应该是一个家族。伫旧约甲新约中间，以色列人一段介重要历史，人甲称作是马加比的起义，也是马加比的一个革命。这件事是发生伫公元前168年到160年中间。拄则咱所讲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伊征服欧洲、亚洲甲非洲，总是伊到33岁，突然间就死去。有人讲是互暗杀，互用一个甲伊下毒害死。不过无论怎，33岁伊就过往。伊过往了后，伊的帝国就分做3个帝国，一个叫做塞琉古帝国，一个叫做安提柯帝国，一个叫做托罗密帝国。当初时，这个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这个巴勒斯坦伊是被纳入伫这个塞琉古这个帝国的版图下面。塞琉古帝国有一个王，伊的名叫做安提克四世。然后，当伊咧统治的时阵，伊强力来推行当初时的希腊文化。然后，伊无允准犹太人继续进行因的宗教的仪式。因强迫因毋通去拜耶和华，你着爱去拜希腊的偶像。伊甚至将耶路撒冷的圣殿，甲伊改变成做由这个希腊人所敬拜的这个神宙斯的殿。伫圣殿内面，伊去做这项代志。互犹太人感觉非常万分，也感觉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伊伫圣殿内面杀猪。犹太人，咱知因无食猪肉，因将猪当作是一个无清气的精神，所以因伫个所在杀猪，就是要侮辱所有犹太人，甲侮辱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上时，伊抢夺所有内面圣殿内面遮贵重的器具，还佫伊。佮起做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叫做阿克拉，然后用这个堡垒来监督，来防止犹太人来叛变。这个安提柯四世，伊称伊家己叫做Epiphanes， 意思讲彰显上帝的一个人。不过犹太人甲伊讲吼，你毋是 Epiphanes， 你是 Epimanes。Epimanes 的意思就是讲你是小的。安提柯四世。独裁统治，所以引起当初时有一个祭司，伊名叫做这个马提利亚斯马加比伊有5个囝，伊甲伊5个囝就起来起义，然后带领当初时犹太人来反抗这个安提柯四世的统治。这个5个囝中间第3囝叫做犹大马加比，伊
伊真有军事的天才，所以带领即个犹太兵咧打游击，每一届战争拢会通得到胜利。有一回，即个犹太马加比，伊得到一场介重要战争的胜利，叫做以马乌斯的胜利。所以，当得到胜利了后，伊袂禁一对的圣地吟诗篇118篇。诗篇118篇的一个诗句安尼讲：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然后线接，伊佫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恢复耶路撒冷城甲即个圣殿，就伫迄个所在洁净圣殿，将遮个异端的物件完全甲扫除，然后伊点倒金灯台。即个金灯台已经真久无点倒，互即个圣殿重现光明。所以犹太人非常纪念即个节日，将即个节日甲称作是修殿节，也是光明节。犹太马加比伊最后战死，总是抑阁有一个兄弟，即个兄弟伊名叫做西门。即个西门伊继续来奋战。伫公元141年，即个西门马加比伊攻破当车时即个安提阿克四世伊所起的即个阿克拉的即个堡垒，伊得到即个胜利。然后当初时，伊就骑着马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全城的百姓欢迎伊，所以就举棕树枝，甲着摕遮的竖琴，甲着弦琴，然后上时佫摕喇叭用各种的乐器，伫个所在大声来吟诗，大声来唱歌，来迎接即位西门马加比来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样代志是发生伫耶稣出世进前100几冬的一个故事。所以落尾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咧殖民以色列百姓时阵，袂少以色列人因咧期待会当有一个民族的英雄，亲像马加比共款。这个英雄出现的时阵，会通带领因推翻当初时罗马帝国的统治，然后来复兴以色列国。这是撒加利亚落尾发生了后的代志。犹太人的历史中间有两个王，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马加比。因落捌骑马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大多数的君王甲着将军，因真爱骑马，因为马高强有力。你若骑伫马仔顶悬，你会感觉威风凛凛。亚历山大大帝是安尼，马加比的兄弟嘛是共款。当初时的军将，因看见耶稣真有领导的即款气质、领导魅力，伊会通医病，伊会通赶鬼，伊会通行真济新约，伊会通讲真济要紧上帝国的道理。所以也军队真济人对伫后壁。所以当初时这军将看见耶稣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时阵，因要效法过去这以色列百姓。因充满民族的情感，因要拥护一个民族的英雄，这款的心情，所以因就举棕树枝，因嘴咧唱一条歌，叫做《何塞纳，何塞纳》。因非常期待耶稣会通亲像马加比安尼，带领因反抗罗马帝国的政权，恢复以色列国。耶稣知影这的群众欢迎伊，耶稣知影因咧听候伊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因为因有一款的期待，总是耶稣无拒绝因的热情，但是耶稣也无迎合因的期待，因为因的期待甲着耶稣的使命无完全一致。耶稣知影，即时咧拥护伊这个群众，另外一个时刻有可能会背叛伊，有可能会出卖伊。耶路撒冷，有侪侪先知伫迄个所在来死。当耶稣为着回应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伊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伊知影，伊马上就要面对眼前的命运。总是希望伊知影，死亡伫头前咧听候伊，伊悠然定了伊的心意，伊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上时，伊是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因为伊知，伊必须要伫迄个所在来完成救恩的使命。耶稣是照着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毋是骑马，伊是骑驴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伊的使命毋是要挑起犹太人
即种的民族的情感，然后甲罗马政权来争战，伊是要期待会通带来真正的救赎，甲着真正的和平。真正的救赎是对罪的束缚内面得到拯救，真正的和平是上帝甲人真正会当和好，人甲人真正会通和好，人甲家己会通真正和好。耶稣毋是用一个凯旋者、征服者、军事即个博弈者的身份来进入耶路撒冷城，伊是用和平者、服侍者、听即个声势的一个人来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伫头前所听候伊的，毋是锡安山的王宫宝座，是各各他的十字架。伫头前咧听候伊的，毋是凯旋的庆功宴，是个别的最后晚餐。伊毋是一个胜利的英雄。伊是互人判死刑，要用钉十字架的一个罪犯。看，耶稣毋是骑马，耶稣是骑着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对古早犹太人来讲，驴仔是真贵气的一个动物，同时嘛是重要的财产。比勒罕真好业，圣经咧描写伊好业的时阵，就讲伊有真侪只的羊群。骆驼甲着驴仔，驴仔成做一个财产重要的一个项目。犹太人的第一个王叫做扫罗，扫罗的老爸饲真侪驴仔，有一日有一寡驴仔胖去，所以就交代扫罗带伊的老婆四界去找驴仔。驴仔若无重要，就无需要去找，但是非常重要，所以就爱去找。驴仔是当初时犹太人日常生活中间常常看起的一个动物。驴仔嘛，成做因最主要的交通的工具。载货的一个工具，一般的老百姓通常若要骑较远的路，因就骑驴仔。袂少好业人，也是较尊贵的人，因嘛会骑驴仔。比勒罕骑驴仔。约瑟的兄弟到伫埃及要打牛倒来的时阵，嘛通过即个驴仔来炸遮的美牛，倒来到伫因徛起的所在。包括摩西嘛骑驴仔。伫王国的时代，驴仔真做当初是王室最重要交通工具。国王骑驴仔，国王的囝王子嘛骑驴仔。圣经内面记载，大比王伊原本是真好，总是伊有一个囝押沙龙起来甲伊叛变，所以大比就爱逃离耶路撒冷城。当伊逃离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伊是骑驴仔。这个叛变大比王伊的囝押沙龙，伊是骑驴仔。驴子是马甲驴仔生一囝，叫做驴仔。这驴仔甲驴仔差不多，体型差不多。当伊骑着这个驴仔经过一丛树的时阵，因为这个押沙龙有一个特色，头毛非常的长，所以经过这个大树时，这树枝真济，所以伊的头毛飘起来，然后伊的头毛就互规个树枝改这个颠条的，所以伊规个人。就跳起来吼，然后迄只驴仔就走去，然后伊吊伫顶悬，落尾就互人家杀死。虽望以色列人有人骑马，有人坐马车，但是这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人，因会通做的方法。大多数的马，伫当初时拢是战争，为着战争来用。特别是所罗门的时代，伊对埃及稳定非常济的马象征战争。甲着武力，所以先知咧讲到马的时阵，有一寡看法。先知常常批评以色列君王因倚靠马，较赢倚靠上帝。咱读着诗篇20篇第7节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阮要提起到伫耶和华，阮上帝一名。诗篇第33篇17节讲，靠着马来得救，这是枉然，因为马袂通因为伊气力大来救人。箴言21章31节讲，马是为着战争的日来备办，但是会通得胜的是耶和华。何西阿书第1章第7节安尼讲，我要怜悯犹大家，要互因倚靠耶和华，因的上帝来得救，毋是靠着弓，毋是靠着刀，毋是靠着马，是靠着耶和华，你才会通真正得到拯救。当咱看到当初时，这个马甲驴仔，伫这个圣经中间无共款的象征性的意义。如果讲马若是象征战争甲着武力，特别是军事的力量，那安尼驴仔伊是象征和平甲谦卑。
马甲战争有关联，驴仔是互人感受到和平谦卑的感觉。对着一个奉着上帝名来的一个和平的君王，伊骑驴仔比伫骑马较会通凸显伊即种的谦卑的态度。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代表伊来是谦谦和和，带着和平，带着疼，甲着牺牲。反倒当如果是骑马进入耶路撒冷城，是代表军事，代表战争，代表武力。但这是安怎？先知该撒利亚做这个预言，讲毋是骑马，是骑驴仔。然后耶稣也非常的清楚，伊毋是要骑马，伊是要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当然，知影驴仔有一个圣经内面关于驴仔的故事啊。就性情来讲，这个驴仔非常的倔强，也非常的固执。所以当然讲，你有够驴的啦，就是你非常固执啦，吼固执倔强。但是这个驴仔伊会通背重担，所以较重的物件，那伊身躯会通通去载，伊就有法度耐操耐得。所以驴仔通个讲是忍辱负重。上时驴仔有一个特色，就是伊对着伊的主人非常的忠心。先知巴兰的故事，甲伊着所骑驴仔是出名的一个圣经内面的故事。当这时有一个王叫做摩押王，这个外族的王，伊足讨厌犹太人，所以就找伊一个这个使臣，到伫这个巴兰先知的所在，要拜托巴兰来做这样代志，就是你会晓讲咒惨的话。你来救助以色列百姓，巴兰原本无爱，总是这个王互伊真济的钱，所以这个巴兰贪爱金钱，伊就骑伊的驴仔，要去到伫山顶的所在，要去救助以色列人。上帝对着伊真无欢喜，就找一个天使，伫伊要去的路顶悬等伊，然后要杀伊。这个巴兰骑着驴仔，然后这个驴仔看到，拢是巴兰无看到。就是如果看到有一位天使举一支刀徛伫路顶，这个刀已经拔出来，你若搁进前行的时阵，你就互伊抬死。所以这只驴仔就闪过去，对原本这个路闪入去这个苍远的所在，这个巴兰非常的生气，就拍这只驴仔，讲你来怎倒来？但是这驴仔非常的固执，继续往参干的所在来行，然后行到一个葡萄园的所在，这个葡萄园有两面墙。那个墙非常矮，然后这边也有墙，迄边也有墙。这驴仔行伫中的所在，伊佫看到迄个天使徛伫头前的所在，刀已经拔来，所以这只驴仔就闪去到伫墙的一边，将这个巴兰的骹甲伊缀伫这个墙的顶悬，所以巴兰非常的受气，伊骹受伤，所以就举起物件，佫甲这只驴仔甲伊讲，然后这个上帝的使者。举这支刀渐渐挖滚，这只驴仔无要行，伊就拍落来。巴兰非常的生气，伊佫举伊的棍仔伫这个所在，要讲这只驴仔，连续讲伊3摆。伫这个时阵，这只驴仔煞来讲话。这只驴仔讲：“你啥事讲我？”巴兰甲伊讲：“我讲你，我若是要讲你，因为你欺人我，说使我。”手若有刀吼，我早就甲你杀死啊！你安尼欺人我，总是这驴仔对巴兰讲：“我敢毋是你对细汉到现主时所骑的驴仔吗？我敢毋是对着你非常的忠心吗？我敢要安尼对待你过？”巴兰讲：“毋捌。”迄个时，巴兰的目睭突然拍开，伊看到头前有一个天使，举一支刀徛伫路顶，刀已经拔出，巴兰看起，伊就拍败。地面上的所在，耶和华的使者对伊讲：“你是安怎3摆拍这只驴仔？我出来抵挡你，是因为你所行的伫上帝面前是一个悖逆。这只驴仔看见我3摆对我的面前闪过去，是要保护你的性命。若毋是伊保护你的性命，你早就无命。这只忠心、个性倔强的驴仔，伊救巴兰一个性命。”当然，今仔所读这段经文，耶稣嘛骑这个驴仔。耶稣骑这个驴仔是要回应先知撒迦利亚的一个预言。耶稣定了生意，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伊就对学生讲：“恁到对面的乡舍，
恁起下会当看到一只驴仔绑伫迄个所在，阁有驴仔囝甲伊同齐做伙。马可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强调，即只驴仔囝是将来无人徛过去的。那耶稣吩咐伊门徒讲：恁将伊偷开，牵来我遮，我要用。即只驴仔伊原本绑条的，伊必须要偷开了后，才会通互主来使用，伊会通自由来互主使用。啊，耶稣阁对学生讲：这事若有人问讲，啊，恁偷即只驴仔要创啥物货？耶稣讲一句话不叫意思，讲主欠伊，主欠伊。即个君王要进入耶路撒冷，当伊要入去的时阵，伊需要一只驴仔，所以伊要用即只驴仔，伊要牵即只驴仔，骑即只驴仔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圣经无甲咱讲到底即个驴仔的主人是啥物人，但是拍算即个驴仔的主人应该认捌耶稣，所以当门徒甲伊讲主欠用伊的时阵，因无第二句话，就互即个门徒将即只驴仔偷开，然后带到伫耶稣的面前。通好讲，迄只驴仔是耶稣特别拣选的。耶稣老早就知影迄个所在，伊知影伫即个特别的时刻、特别的情景、特别的情形，伊互主所拣选，然后主要使用伊。如果咱的主会通拣选一只驴仔来做伊的使用，伫即个特别的时刻内面来使用伊，来完成一个特别的事件，那咱的主是毋是有诶时阵来拣选咱，成做伊的器具？伫特别的时阵，伫特别的情况下面，主欠用你，主要用你，你有欢喜来互主所使用无？即只驴仔牵到伫耶稣遐，门徒将家己的衫搭伫驴仔的顶面，然后耶稣就徛去伫顶悬。即只驴仔谦谦和和，载着即个谦卑温柔的耶稣，伊踏着温柔的脚步，一步一步慢慢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即只驴仔完全顺服伫耶稣。听讲，你若要互即只驴仔，毋捌人骑过即只驴仔，要互会通互人骑，你甲伊训练8礼拜。然后训练8礼拜了后，你会当骑伊啊。然后你若要骑去到伫人群非常侪所在，互伊适应无共款的环境，特别适应足侪人人群的所在，你着爱甲伊训练个8礼拜。伫英国有一个动物的训练师，专门咧训练马，甲着训练驴仔的一个师傅。伊伫英国的所在，然后有一日拄拄甲咱共款，今仔日中秋的主日，伫即中秋的主日，伊着去礼拜堂做礼拜。迄一日所读的经文，就是咱今仔所读即段经文。当这时，即个即个驯马师就是专门咧训练马仔、甲驴仔即个师傅，伊心内有一项代志真苦楚。伊讲我有法度训练这个动物，互因降服伫我，但是我无法度降服我家己。我的心思意念，我家己无法度降服。我常常去犯罪，犯罪了，每一摆犯罪了，就非常的艰苦。总是我一直无法度降服我家己的内心，所以当伊看到这段经文，听去牧师的讲道，伊讲耶稣竟然会通骑一只驴仔，从来无骑过驴仔，牵到伊的面前，伊就法度坐伫伊顶悬，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个故事深深拍动伊的心。耶稣从来捌骑过驴仔，上时佫骑着一只毋捌训练的这个驴仔，沿途内面遮尔侪人，遮尔侪群众。佮举手机伫个所在咧画，然后佮伫个所在唱歌，有人吵吵闹闹一款的环境中间，即只驴仔竟然安安静静、平平安安，互耶稣骑去到伫耶路撒冷城。伊讲耶稣的确非常特别，伊毋但了解人性，伊了解动物的性。即个训练动物的师傅，伊就讲我过去训练马、训练驴，就爱用遮侪时间。那呢？耶稣的确无共款。突然间，伊晓悟一项事：如果耶稣基督若是一点仔都无困难，有法度互迄只驴仔教甲乖乖、安安静静来降服伫伊面前，那呢？即个捌着人性，也捌着物性的耶稣基督，也会通降服伊的内心，互伊的内心真正得到降服，降服伫真理，降服伫和平，降服伫上帝的话下面。伊家己本身知影，已经想过足侪方法，
来训练家己、降服家己，总是伊无法度控制家己。但是伊知耶稣会当，所以拄伫迄个时刻，因为这段经文，所以伊决心将伊家己的性命交托给主，伊要互主来掌管伊的性命，伊的心欢喜，互主来甲伊降服。但兄弟姊妹，你的生命中间是毋是同款的处境？有时阵你降服足侪别人，你爱别人听你的话，别人的意见拢爱符合你的意见，总是你家己本身你无法度降服你家己。你嘛知影这是无好的代志，毋对的代志，总是你偏偏的去做。你无法度降服别人，降服你的某，降服你的先生，总是你无法度降服你家己。将你的心降服伫主的面前，亲像一只驴仔。当耶稣骑着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有一人将衫、将棕树枝铺伫路顶，然后有人举棕树枝，然后大声喊话讲：“何塞那，何塞那！奉主的名来，应该得到恶乐。何塞那，就是讲主啊，请你的拯救临到。”当这只驴仔互耶稣使用，伊的价值已经无共款。众人看到耶稣，众人嘛看到耶稣骑这只驴仔。换一句讲，伊嘛看到这只驴仔，主耶稣得到荣耀，这只驴仔也安尼的缘故得到荣耀。原本白地路边无人知、无人去注意这只驴仔，因为耶稣要用伊，主欠用伊，然后主伫这个遮尔特别的时刻内面，用这只驴仔，互伊也同款得到荣耀。耶稣无看轻这只驴仔，耶稣温温和和使用这只驴仔。这只驴仔会通上定所有欢喜甘愿、欢喜将家己降服伫主的面前，互主所使用的一个人。兄弟姊妹，你敢是这个人？你敢是欢喜互主所使用的一个人？伫英文有一个名不只有意思，这个名叫做 Christopher。这个名是对两字所构成，一个叫做 Christ， 就是基督；一个叫做 Topher， 就是背负者，还是讲承载者，而且 Christ and Topher， 所以该读做 Christopher。如果咱来通为着这只耶稣所骑的驴仔，该号名，咱会通该讲，这只驴仔的名叫做 Christopher， 因为伊陪着耶稣行头前的路站。亲爱兄弟姊妹，你欢喜做一个 Christopher， 用你的生命来承载耶稣基督。美国有一个诗人，毋是足出名，不过伊写一首诗，足侪人爱运用。这人的诗人的名叫做 Charles Ross Leader， 伊写一首诗的名叫做 The Conqueror， 征服者、征服者。伫伊的这个诗内面，伊咧做一个对比亚历山大大帝甲着耶稣基督。伊讲真特别，就是亚历山大甲耶稣基督拢33岁来死。亚历山大，伊是着为着家己来生，为着家己来死的一个人。总是耶稣基督无共款，伊是为着你我来生，也为着你我来死。亚历山大敢若一生活了轰轰烈烈，然后咱看耶稣伊咧死的时阵，敢若死了凄凄惨惨。亚历山大是一个统领万军、攻破济城市的一个将军，所以耶稣敢若是孤单一个人，行十字架。亚历山大是流足侪人的血来建立家己的帝国，总是耶稣是流家己的血，要来拯救世界。亚历山大是生的时阵得到全世界，总是当伊死的时阵，伊吩咐所有人，就将伊放伫棺材内面。这个棺材爱乌死的空，伊两只手要伸出，伊两只脚也要伸出，伊要甲世界人讲：我生的时阵啥物拢有，总是我死的时阵。我双手空空，双脚空空。总是耶稣基督，伊在生的时阵，伊得到济人的心，然后为着得到遮人的心，伊也牺牲家己的性命。亚历山大甲着耶稣基督，拢死伫33岁，一个死伫巴比伦，一个死伫各各他加利山，一个为着家己赚着全世界。总是一个是为着别人来献出家己的性命。亚历山大征服未少遮的国土，总是耶稣征服所有遮的坟墓。亚历山大是一个人，总是伊家己称伊家己神。
耶稣基督伊是圣囝上帝，总是伊欢喜降卑道成肉身来成做世间人。你三代活地就是要征服、征服、继续征服。但是耶稣伊活地是祝福、祝福，搁再祝福。你三代甲耶稣拢死伫33岁，一个是互济人真做奴隶，互因做牛做马。所以耶稣是互人得到讨放，互人得到自由。第三代是将伊的王国起造伫济人劳血的这个基础下面顶面，总是耶稣却将伊的上帝国起造伫疼甲牺牲顶面。第三代生伫这个世界，总是耶稣是对道成肉身来到伫这个世界。第三代赢了这个世界所有的荣华富贵，总是也失去属天的福分。若是耶稣基督，伊舍弃家己的性命，伊却得到永远的活命。第三代已经无存在，总是耶稣基督活伫济人的心内。第三代已经死，伊所起造的国土也已经无再存在，总是耶稣死，伊有个活。伊永远伫地，伊成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迄个讲体的，有一天伊会丧失一切；迄个欢喜互别人的，伊会通赢得落尾。但即两种相对的性命，兄弟姊妹，你要选择倒一种？检采，咱嘛会通搁再加一句问话，咱会通问讲：如果你若有机会来服务阿里山代，你嘛有机会来服务耶稣基督。你会亲像阿里山代所骑迄只马，也是你亲像耶稣基督所骑迄只牛？你的性命所承载的，是亲像阿里山代这种的王，也是你的性命所承载的，是耶稣基督。兄弟姊妹，当耶稣要骑牛进入耶路撒冷城，伊的门徒照着吩咐，偷开迄只牛仔，看候耶稣使用。这只牛仔欢喜甘愿。甘心乐意，互主所使用，伊欢喜降服伫耶稣下面，用家己的性命来承载耶稣基督。耶稣有权使用伊，因为耶稣是万美的主。耶稣嘛有权来使用咱，因为伊有创造咱的性命，伊也有救赎咱的性命，伊也为着咱要牺牲伊的性命。咱是毋是也愿意亲像这只牛仔，降服伫耶稣基督下面，用咱的性命？来服侍耶稣基督，看有一个用公义甲仁爱来救赎世间人的君王，伊骑着牛仔进入耶路撒冷城。今仔日伊嘛骑着牛仔要进入你心内的圣城，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当你的圣囝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完成你所交代伊的使命的时阵。你为着伊备办这只牛仔来做伊所用，这只牛仔承载耶稣基督的身躯，一步一步谦谦卑卑、和和平平进入耶路撒冷城。阮的主是公义和平的灵君，当伊来，阮的心要咏讲何塞那何塞那，奉主的名来的，应该伫阮的心得到安乐。愿阮也同款会通得到你的拣选，互阮的人生有一款的福分，亲像这只牛仔。你对伊讲，主欠命你，主啊，求你对阮讲，我欠命你，你愿意诚做我的使用吗？互阮有福气，听起这个声，回应你的呼召，来服侍你，认你做阮的主，诚做你的使用。主啊，帮助阮，互阮会通对阮的心底对主你讲，主啊，请你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我便习惯。
我情何堪？